并讲师慈悲，前道恭，坤道恭，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敬爱的真人、副真人、各位点法师，以及在座的各位，再想一下顾问、助理、副助理、领人以及各位干部、各位讲师、各位真人来的，大家早安。早安。咱感谢天文师弟咱在一次同住。在圣严的在庄严的圣堂，在咱各位来咱真人甲各位点法师、各位干部的领导之下，咱再一次有这个机会伫遮做一款的学习，这是咱爱感谢天文师弟，感谢祖师的风烛，感谢师尊师母，感谢咱的老真人，感谢咱的真人、副真人，感谢咱的点团师的团队，甲各位助理、领人的团队，佮咱地方上的干部对咱的带动，所以今仔日咱遮佮有这次学习的机会，所以这拢是咱爱感恩的啦那么今仔日是做一个雕刻的工课就是我甲万年度的课件，今仔日本地是咱的民本领认要交咱自毕业的课做一个调换，所以咱搁看着那么非常的感恩。今仔日我要甲咱报告的是第18章，那么同款时间有限，所以的因为就小选，那么同款咱经文上爱来做一个导读、带读安尼啦这种的经文嘛足简单的啦学接到的拢是安尼足少字的，愈少字愈好讲安尼就对啦所以这个经文足简单的咱咧读的时阵是读出来一个印象，安尼大家咧报告的时阵咱咧感受伊的较有帮助安尼啦所以咱同款第一遍，先读一句，咱对读一句。第二遍，咱做伙读因为经文足短所以无定阁有第3遍安尼啦咱若读了好，咱就搁来读一个第3遍安尼。好，即摆开始来带读啦第一句大德会。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为。伊这个为另外一个上正音叫做为，但是因为伊太读所以咱家读一个知影就好读做为安尼就好啦六亲不和，有好族，国家混乱，有忠心。安尼这种的经文拄安尼尔，足简单的等于嘛是4句的重点啦。好，咱第2届咱做伙来读牢所以起一个音来预备，大德会，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为。六亲不和，有好族，国家混乱，有忠心。安尼就读完啦，真正足紧的所以这要加读几遍啦，好啦，再来一次。大德会，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为。六亲不和，有好族，国家混乱，有忠心。好，非常的好然后越来会越好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就以这种的经文来做心得的一个分享。讲的无一定拢对啦嘛无一定拢毋对啦所以讲这圣言的意思，咱凡夫俗子是无法度去甲了解的
所以咱会当掠一个大台的即个圣灵，可能要甲咱讲啥物，来交咱做分享甲报告。如果咱感觉讲，有可能是安尼哦，咱就做一个参考。咱若有较好的看法，也去互较所报告的，就毋是讲做理想，所以这拢是可以的吼。那么因为有4句，所以互较就一句一句来交咱做报告。第一句是讲大道会有仁义。那么这句的意思吼，到底圣灵是要甲咱讲啥物？互较咧看经典吼，当然若要着互我讲吼，我是袂想伤济啦，就读个就背。但是若要着互我讲的时阵吼，互我就会加想看安尼。我是要安怎想咧？其实足歹想吼，尤其是道德经安尼。但是吼，叫你讲啊，无想嘛爱想，所以互我着报告，互我想会到的，会晓讲的来甲咱做即个分享吼。互我想讲圣灵为啥物要讲大道会有仁义啦？那么咱若以理论上来甲看，就是即个，伊讲吼，大道就是咱咧讲的道嘛。这大道若废啊，废的意思就是讲，着荒废啊。咱细小有讲，着残废啊。意思讲吼，着咱个讲废物啊，废物毋是咧骂人，就是讲即项物件都无法度用啊，会失去伊的作用啊，安尼叫废嘛。所以老有主讲，大道若是吼无伊啊，咱失去道啊。所以咱即马毋是首先来求道，对毋对？就是甲失去的去找道倒来嘛。因为咱大道就已经废啊，结果咱家己想哦，咱的圣灵伫2000多年前就甲咱讲啊，所以毋是咱即马叫做爱求道，其实伫2、3千年前吼，人的道，咱的道啊，就已经失去了作用啊。那么再落来即句吼，就伤脑筋的，大道若是失去作用，就是讲无道啊。安尼还好，但是圣灵讲安尼，就有仁义啊。咱老夫子咧讲话吼，是足够讲的就对啦。以咱人的即个头壳咧想吼，拢想袂出来，到底老夫子是要表达啥物啦吼？那么，互我家己想想的是安尼，咱阁会记起咱今仔即个月10月9月，咱有上到即个第17章嘛。互我接落来，这是18章。17章的时阵吼，又讲太上不知幼稚，阁有印象无？来遮基础、亲子、牛字，阁基础安尼直落来哦。基础厝到尾啊落来吼，就是无伊啊。就像要讲吼，学到啥物？学到3年，来阁再学3年，来阁3年，不得拢无看到安尼。迄意思就可比是安尼哦。咱的即个17章讲，伫太上迄个时阵，就是讲人拢有道的时阵哦，咱人拢毋知影啥物叫仁义啦。所以咱爱练17章。然后等下吼，有一个叫李文雄讲师吼，伊会甲咱讲18章，互我甲意思拢留互伊改啦吼。因为这啥物为啥物有仁义？这仁义是啥？伊等下爱改，因为吼，伊即马来讲，绝人爱绝人弃义安尼，绝他弃义，所以互我伫遮无咧改啥物叫有仁义即个论述吼，咱留互即个李讲师，我互我无改啦吼，就是互我大概做一个介绍性的安尼尔。意思讲，咱今仔日是毋拢讲，咱爱有仁。爱有义，爱有仁义礼智信，爱有好摕忠信礼义廉耻。咱是毋是大声的疾呼，极力的呼吁？咱爱安怎愈安怎？爱有啥物？咱的老师甲咱讲吼，圣灵讲，到即个时阵吼，就是因为人的道拢失去啊。人阁有道有智的内底自然吼，就是有仁义礼智信，毋免阁强调。因为大道的荒废啊，无迄个作用啊，人阁失道啊，失
得离合，得失得离合，离伊后壁会讲着哦。所以咱每一种咧相吼，咱是爱家己作息的，爱连接。因为咱老夫子咧说法，人是自头讲到尾，是咱尾啊吼。后代的人为着要互咱较好研究，甲分落安尼一种一种，结果分到尾啊，咱变断章取义啊吼。啊，栽赃据属空谈呐。老先生讲的，咱得爱一贯，所以咱的道就是一贯道，得爱用道来贯之，用意贯之，安尼咱才会通啊。啊，若是乌白贯的吼，袂通啊。啊，若断章取义的，佫愈袂通安尼。啊，所以吼较大概讲者啊，17种的时阵，老夫子就安尼甲咱讲啊啊，到18种吼，伊就是要来讲，讲大道荒废啊，仁义即个名就出来啊。啊，所以即句的意思是安尼尔啦。啊，意思讲有仁义敢好？有仁义是正常的啦，但是你毋好去强调啦，啊，佫来咧。毋好执着，老夫子就是要破咱的即个执着，因为圣人所讲的吼，拢是虚无，啊，即个无形无相，但是伊有大作用的道，在佛教吼，伊会讲即个佛法，伊其实意思拢共款的，我教圣人咧讲的拢共款的，啊，所以咱爱家己安尼贯通贯穿啦吼，所以当咱讲即个仁啊，讲即个义啊，讲即个智啊、礼啊、信，代表人吼拢失去道啊。吼，即句吼，就先解到遮，啊，咱等下再去讲。领到第2句的时阵吼，伊继续讲，所以伫遮吼，咱的老夫子举出了大道，若是失去作用了，就是人若失道了后，伊就讲即个人间的现象，讲人交人吼。即个群居人交人做伙的迄种的现象啦吼，即摆第2位就讲啊，如果若是智慧出，就有大为。啊，即种逻辑是安怎讲呢？照讲吼，即个智慧是好的物件嘛，但是足侪专家学者吼，因研究的各讲，咱老夫子伫遮讲的智慧，加佛道咧讲的智慧是无共款的吼。因为在儒家吼，伊用的即个文字内底，伊足少会用智慧。讲智慧哦，大概拄仔，就顶间18种有讲着尔。咱若去甲伊吼读四书五经，圣人无讲智慧，伊会讲智，伊会用一个智，伊会讲智慧。但是咱的老夫子伫遮吼，伊就讲智慧啦，所以意思讲吼，我若是吼爱用我的。即个脑智，咱像安尼讲较白话啦吼。我必须要用脑智的时阵吼，就是有大为，就是讲有大为就是啥物呢？就是迄个大的虚假甲大的诈骗就出来啊。所以互我看到即句的时阵，互我想讲，圣人就是圣人啊。原来有无？咱的老夫子哦，伫5000几年前伊就知影吼。咱真啊会有啥物的即个产物出现，咱敢知？智慧型的手机，毋是诈骗集团啦。伊讲哦，当智慧型的手机啊若出来的时阵吼，就是有足大的诈骗集团出来的，就是有足大有迄个大诈骗集团啊。安尼有效无？有啊，咱这个时代就是安尼啊。咱看手机啊吼，叫智慧型的手机，安怎讲叫智慧呢？互我甲咱参考吼。咱以前若有啥物字毋捌，啥物词毋捌，啥物典故毋捌，啥物知识毋捌，咱拢会去图书馆嘛，去找啊。啊，若无就摕字典来显啊，啊无就去册店买册来研究讲。哦，即个伍子胥哦，伍子胥即个人的故事，我当时是安怎拄安怎，对毋对？啊，这浪费时间嘛。啊，若现在敢就遮麻烦？毋免，只要怎么样，一机在手。内底有一个叫啥物呢？大神，迄个大神叫 Google。叫 Google， 你只要甲 Google 一下无，随在。啊，敢
师讲迄句话讲了毋对，你随甲骨顾一个，随知影伊对一字讲毋对去啊。所以讲，互我一摆听即个严经理啦，严明经经理啦吼，伊安尼讲啊，伊讲即马拢无人敢讲伊外敖，因为吼无人有法度比骨顾更较敖。你迄教第14个啦，你若甲问伊去想一个呢，骨顾毋免呢，你随甲输入啊长篇大论安尼去出来的，啊，佮甚至这山西的产品嘛，伊提供咱足侪即个知识方面、专业方面，所以这是咱老夫子咧讲的智慧，因为这物件是上去甲做出来的，是毋是人？对，这是人用智慧去甲做出来的。但是当咱人发挥这个作用的时阵，咱爱想想诶，这毋是啥物外好的现象，因为有大有歹的伫后壁啊。比如讲啦，咱是毋是拄则有讲，有人讲诈骗集团嘛吼？啊，所以呢有诈骗啊，有人会骗啊，你若要做老师教授，就去用骗你咧。啊，所以即个咱人爱摕出啥物智慧呢？就是用一种防诈骗、反诈骗，这叫做人的智慧。因为我不得已啊，都有遮歹的物件，所以我会用我的即个脑子吼，出来破解伊即个歹的物件。这是咱老夫子咧讲的智慧出有大为。譬如讲，互学嘛是即种感受咧。互学若无着讲课吼。这头壳放空足轻松的啊，因为免着用智慧啊，免着伫遐想讲即句安怎拄安怎，啊要来讲啊，才要用安怎吼，毋免用智慧。但是毋是讲迄有大为，就是讲吼有迄个有为的作用啊，就是忝啊，就是因为爱讲课啊，即个意思啦吼。啊，所以这是互我的一个比喻啦吼。这叫智慧出有大为，伊大概的一个意思啦吼。啊，为虾米安尼？等下咱19章吼，会讲即个爱安怎，伊会讲为虾米爱安怎做安尼啦吼。但是28章伊就讲即个现象，有即种的现象。第3句吼，这讲啦，咱就免解说啊。但是每一句的逻辑拢共款的，六亲不和有好足。安尼一句咱是较容易了解啊。咱敢知影啥物叫六亲？咱敢捌听过六亲不认？无哦，好安尼你知。咱世上哦，讲人若是为着钱安怎，六亲不认啦；人若为着安怎拄安怎会六亲不认。那么咱咧讲六亲，到底是咧讲啥物啦吼？啊，咱咧。太子爷吼，一届来咱义和圣堂献身呢，伊对因哦披甲赞呢，十全十美。啊，到那个时伊配安怎呢？六亲平安共道行啊！这是道的作用吼，会互咱反一句话哦。因为当时吼，老夫子讲，咱人的世界吼，有强调有效，啊老爸吼爱强调慈。是因为六亲吼无好啊，啊头仔就甲咱讲啊，大多都失去啊，啊所以这落来现象就拢出来，伊这受连带关系吼，所以互我简单的介绍，六亲就是指人嘛，但是伊的讲法有做侪种，毋过咱掠一个中庸大概吼，咱会当会足简单的了解，六亲就是指老爸、老母、啊夫妇。啊，搁兄弟，父母就是夫妇啊，然后兄弟、子女，安尼叫六亲。这叫上亲的一个，六种人甲做伙安尼就对啦。啊，当时老夫子讲吼，咱即个社会哦，人伊到尾啊吼，失去道了后会六亲不和，不和就失去迄个和气啊啦。啊，所以吼。才有讲即个孝就是讲子女下对上，子女对是大人爱有孝。啊，慈咧，慈就是上对下，在上的人父母对子女爱有迄个仁慈，爱有迄个慈爱的心。
但是咱感觉讲这好事就好个啊，毋过这就是一种的灵性，所以咱学道德经吼，袂当用咱普通时啊的即个人家人做伙我习惯性来听经典，安尼吼会感觉怪怪。圣人讲的，若交咱人咧做伙，咧讲的若无共款，因为咱讲，哦，你的囝足友好足好个啊，啊，你是大人吼。有够自上的啦，咱拢一直咧强调这物件嘛。这是因为吼，咱失去道啊，咱才有需要安尼讲。啊，所以讲，迄天吼，互我听讲师讲，佛行佛，毋免说法；圣人对圣人，无话。真正的大智慧，伊是沉默的。所以当时在即个佛法内底吼，即个文殊菩萨啊，甲几位即个。大弟子咧论智慧的时阵啊，讲啥物叫法者？因在佛教讲智慧，就讲法者嘛。哦，这文殊菩萨叫智慧第一啦。哦，开始哦滔滔不绝安尼，一直论安尼，长篇大论哦。大家感觉讲这文殊菩萨咧论智慧，就是上高的啦。结果到维摩诘基士的时阵嘛吼，伊拢无讲半句话，拢点点。然后哦，全天下间到咱即啊嘛共款讲，威摩一灭，天下吼像咧单位讲遮大声，就是讲这叫真正咧说智慧，就是讲真正有智慧吼，就免去讲啊。啊，咱若真正有道无，咱免开班呢？开班哦，真正是足忝的咧，讲师讲道嘛足忝的咧，工作人员、灶骹的厨房。即个读书嘛，拢足忝的咧。啊，毋过吼，无安尼练，是因为吼，无安尼咱袂当恢复咱本来的道。因为圣人甲咱讲，咱即仔强调孝，强调慈，是因为人失去了孝，失去了慈，六亲都不和啊。即个意思吼，简单讲是安尼啊。上尾啊句无？即句咱阁愈容易了解啊。伊讲国家若混乱，就有忠臣；啊，国家若太平，敢就叫奉忠臣、论忠臣，毋免。因为国家就是混乱啊，所以这里混哦，有点是那个混的意思吼。所以讲混乱就是混乱不安啊，动荡不安了啊。这个时阵吼。咱上知就是咱的岳飞，即个岳飞是法律主嘛吼。你看伊当时在宋朝的时阵哦，这国家为虾米会乱呢？咱若搁要论，就是论讲，为虾米六亲会不和呢？为虾米吼？人必须爱摕出你个脑壳出来应付呢？为虾米国家会混乱？这若搁研究落，真正时间用足久。毋过这咱应该大家拢知嘛。国家会乱，就是搞啥？搞迄个乱臣贼子啊，乱臣贼子啊，就是讲吼奸臣足济安尼啊。即个时阵吼，忠臣就爱出头啊。所以当时你看岳飞，迄哪会大奸臣无？伊安怎奸呢？伊就是吼要拍宋朝，因为伊想要伫宋朝做皇帝嘛，所以伊就去联络即个藩邦。然后吼，要爱宋朝的皇帝的名，就是要吼取即个宋式的江山啊。那么忠臣伊知无？伊知啊，啊，所以就会精忠报国啦，尽忠报国。啊，所以讲有忠臣敢好，其实是无偌好，因为国家就是要无伊啊，要乱伊啊，忠臣就爱出头啊。那么综合这四句的意思，到这已经是第四句啊嘛。综合这四句的意思吼，咱的老夫子要甲咱表达什么的代志呢？互他伫落来的时间来做互他的心得的分享。因为伊理论上来看，安尼就安尼讲完啊，互我讲完啊呢。这四句互我已经解完啊，但是时间敢到啊？未，所以互我搁继续动甲即课结束安尼就对嘛吼。啊，所以讲，搁落来，就是借由咱的圣人甲咱讲这四句，那么互学所联想出来，要向各位所做报告的吼。
咱时常吼拢听即个前辈者咧，甲咱慈悲嘛，听即个大德者咧，甲咱即个开示嘛。啥物叫道？啥物叫德？因为咱今仔日叫做学修讲办行，后壁拢加一字啥？道啊！咱叫做求道来学道，来修道，讲道、办道、行道嘛。后壁拢加一字道，就是讲咱所有一切拢是为着道。那么道到底是啥物物件呢？道对落来，伊会有德，所以叫道德。道德，咱会讲道德后壁来加仁义，道德仁义嘛。就是讲，当咱有道有德的时阵，仁义礼智信是自然的，无你强调。所以圣人伊行出来，伊讲出来，你看伊一讲话哦，拢经典，咱拢爱背。咱若是讲话咧，迄毋是迄条歌咧唱吗？我若是加安怎？加讲话，念咪着出代志。为啥物？咱话都讲袂好啊！你像我咧讲话，有时嘛是心直口快吼，一讲出来，哇！人咧听的人吼，点伊啊？为啥物？你去甲伤害着啊？讲袂水啊，讲袂好啊，所以念伊就出代志啊！圣人咧讲话毋是安尼呢，圣人即讲话经典，咱后世人拢爱背呢。所以讲，这是有道的时阵，伊迄个德性的流露，伊自然就会产生。所以，即个前辈才甲咱开始讲，其实道吼，简单甲讲就是咱本来的面目，道就是咱本底家己有的真面目。所以咱求道的时阵，咱的真面目伫倒诶？伫即个所在嘛吼。真啊，甲你点开你的你本来的面目啊，互你知影，伫实目一人迄个所在，迄是你本来的面目。但是当时吼，玉祖大师咧甲慧能讲，就我都安尼讲啊呢，因为伊还未普渡咱怎啊普渡呢？伊讲吼，伊讲佫有较必的无啊，佫有较好的无啊？玉祖甲讲有啊。你若是反教，必在你边啊！你若会晓回光返照吼，迄个上好，你就看会到啊！若袂晓回光返照，当咧唱遮衣物、遮名相信物是无路用的啊！因为真正上好的物件在咱的身躯顶啊，所以咱讲，咱有一个本来的真面目，迄个叫道，迄个是咱本来的面目对的，因为。当咱若佛度到咱道，咱会当成道正道了后无，咱迄个当然的行为就流露出来，自然就仁义礼智信啊，自然就会孝慈啊，自然就在所有的万德庄严拢总流露出来，毋免强调。但是咱真啊强调，为虾米？因为咱已经失去啊，所以离外远，要转来。就爱行偌远，所以咱爱一步一脚印行倒转来，才对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才会着。伫母亲节的时阵无，咱爱叫囡仔来甲妈妈爸爸洗脚，安尼甲即个孝道慢慢洗倒转来，因为咱要恢复咱本来的面目。要甲咱当然的行为流露好出来，咱做主女的甲士大人洗脚，敢有应该？最应该的，这是当然的啊！以前我的阿公吼，老啊，伊后壁这，咱讲脚趾片嘛，伊洗袂着啊，伊拢嘛叫互我讲，来你甲阿公吼，这脚趾片撸的。以前拢讲撸的啦，以前无真正遮好的设备啊，这是足自然、足当然的行为啊。但是咱真啊吼，咧有效毋是安尼呢？相对下咧自上吼，拢爱强调的。你讲，你看敢有啥的爸母像我遮好啊？敢是安尼讲？敢有人咧囡仔像你遮有效的啊？通人看到你上有效啊！咱拢爱特别去强调这，代表讲吼，这物件都，咱本地当然就爱做的，即马煞就爱有因为啥物理由，因为啥物目的，
啥来做呢？你敢知影好汉哦？最近看到一个真实的啦，就好汉的即个亲情。迄阿公吼，迄阿公吼伫家护病房，本底是口腔癌哦，开刀吼是做，就是开了足好，但是尾啊煞并发吼很多的毛病。前日哩，甲近3个外尾啊，无法度出来啊呢，搁插管，搁倒伫家护病房呢。即个阿公老有够侪财产的，就等于少年哦，趁有够侪钱的，做咧塑胶粒啊。伊生4个子女哦，这4个子女吼，好汉的感受啦，是一个真正咧甲友好的，其他3个吼。即仔拢咧抢相，咱敢知影？抢阿嬷，因为阿嬷搁伫个，因为阿嬷即仔拢抢阿嬷要去因兜住呢。因为阿嬷吼有一，互我听人讲，互我嘛捌啦，佫有一半的财产的继承权啦吼。所以咱讲，哎哟，可怜啊！这世间，少年有钱哦，好到老有钱吼，真恐怖吼。迄另外3个听讲拢是等伫遐要分财产啊，咧咱敢知？普通时啊，未开刀，未带的吼是无人，拢无人要插的，安尼就对啦啦。是讲，都拢是为着钱的啦。这叫人间。即仔吼，这可能咱吼拢捌听过啦，但是吼毋捌，可能嘛无一定拄会着。毋过这是最近互我是亲目睭、亲身所接触的。感觉互咱人感觉一种诶凄冷诶感觉啦吼，心寒诶感觉啊，感觉讲，这世间啊安尼啦吼，然后迄个较友好诶甲互我讲，感觉这人生啊，这无常诶啦吼，一个老人入安尼甲即仔3个外尾啊，已经无法度出来啊，迄天若无甲急救，早就断去啊安尼啊。但是佫袂当有断去咧，因为财产分啊袂好势咧。安尼看，所以讲吼，咱这圣人的话吼，着爱认真听。圣人哦，拢对于迄个根本吼，甲咱做一个分析。如果讲今仔日若有道治的，无人会安尼，若伫咱道场袂发生种代志啦。毋是伫道场，是爱有修的啦吼，真正知影道的，有咧进修的吼，袂安尼啦。但是若失去道的，咱即个伊讲吼六亲不和啊，这互我真正看到，所以有感受啊。才有迄个孝子，伊迄个友好吼，毋是真正伊足尽心要友好的，迄是可能为着钱的吼。所以讲吼，这人间吼，真正就是充满了即种的不祥，即种的不堪，即种的残忍。即种的人性的败坏啊吼，那么唯有道，求着道来学道、听道，拄则咱前年甲咱慈悲嘛，道听了爱有感受，爱有入心，来咧爱付出行为，头啊足勉强的，咱有偌勉强，就代表咱的道理，咱有偌远安尼，咱敢知影？迄若孝道无失去的吼。迄是足自然的，但是当咱若历史以来孝道无修吼，要叫咱友好，真正是足困难的，安尼就对。但是困难咱也爱勉强啊，因为这叫做道。所以这是哦，甲咱简单做一个即个介绍。道甲德是安尼吼，因为拢有说讲大道废啊，大道失去啊。那么原来的大道道德，伊是安尼，是拢足自然的。那么要甲咱讲啥物呢？当咱伫道场，咱是要甲道找倒转来，咱着毋好有迄个歹习惯。啥物歹习惯呢？一再的强调仁义道德，咱是爱认真去做，但是伫即个口头，咱毋免去甲强调，因为咱如果强调，咱领导落去的拢共款啦，拢强调。安尼无法度恢复到本来的道，本来的道毋免强调的，就是咱讲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安尼目睭念一下就知影要创啥啊，毋免强调。咱如果强调，有管是我
大家可能拢会落在强调，啊咧做足认真做尾啊，做啊不强调，做强调就是本地的道啦吼。伫即种内底，咱的老夫子是要甲咱讲即种的正深深的意义啦吼。所以即马互我来做介绍啊，做啥物介绍呢？咱捌看过即句无？君不见，全学无为，憨道人。就是讲真正有道的人吼，真正是足轻松的就对啦，毋免学，毋免做，安尼敢是叫全学无为？毋是安尼，是讲伊已经都学会晓啊，所以毋免搁学啊。伊已经啥物拢有法度做啊，安尼所以叫做无啥物伊无法度做，安尼叫无为呢。伊可比是天地，天地叫无为呢。所以讲顶开互我讲17种的时阵啊，咱的真灵慈悲吼，伊就坐伫遐听啊。当落互我落台的时阵，互我甲伊请示的时阵，伊甲互我讲安怎呢？哇！你讲你拄则讲迄个用吼，用就是包容的用啊，用哪会讲嘛？有无17种？你迄个用爱加2句，互我真正心红心强，讲真灵要开始讲。你爱加2句叫诚如太虚，咱的自性就是讲，咱会像迄太虚遮尔的无边无际、无量无边的佛法嘛，拢安尼讲。然后咧，咱的心如天地，咱咧修持其实就是要达到即种的目标。诚如太虚啊，心如天地啊，所以经典咧甲咱讲的就是即种意境，你看。君不见，就是讲咱看袂着，咱无了解。咱伫即个灵魂内底轮回伤久啊，拢在冥想，拢在有为。到尾也学在歹习惯，搁当作是安尼对。实际上，咱若读道德经吼，咱就知影毋是安尼。做就好啊，做咧有做，咱就点头微笑，毋通搁强调啊。佮强调落去吼，咱变一个歹习惯吼。当然方法变文啊，但是到尾啊吼，若要恢复本来的面目，像迄咧收梦啊时阵对无？规个冥想拢爱扫掉，所以佛家讲扫三心，去四相，三心四相拢袂当留掉的。咱的老夫子嘛甲咱讲的，伊这讲这条佛法咧讲的拢共款的。这是应该的正道观，第一句就安尼甲咱讲啊，全学无为，憨道人，憨就是用啊，白话叫用。咱感觉咱有用啊，无用，足无用吼。咱伫人间感觉听过一个有用的人，无吼。老人都要咧上班啊，早就退休啊。你甲伊问讲，你的心会清净袂？伊讲爱清净，全烦恼，烦恼到要死去。迄人间无一个用的人啊，那么就爱相较用心，那是讲心用毋是讲身躯用呢。所以万法无离开心甲性嘛，咱爱入迄个心甲性，毋通见想咱的意识，安尼就袂通啦吼。讲有道的人才会用，所以叫憨道人。咱会记即顺治皇帝甲咱讲嘛吼，伊感慨，伊讲我做皇帝吼，若总讲36000日对无？私人修行的人，僧家吼修行人，半日用，半日闲。为虾米？修行人吼，拢伫遐咧悟道尔，咧体会尔，但是你甲看做皇帝爱安怎？外无用的，咱无做着皇帝，总爱做皇帝，但是皇帝伊欣善修行人的，咱今仔日身份地位就是上，人讲吼上界高尚迄个，就是去互顺治皇帝欣赏着迄群人啦吼。咱的身躯无穿袈裟啦，若真正穿话就有穿袈裟啊啦吼，讲师迄个讲师的即个礼服啦。咱的老师甲咱讲哦，咱毋是无穿袈裟，袈裟穿有形的，穿伫外口呢，你毋好袂记一字啊！全去交世俗混在一起，山拢袂圆，心拢袂圆，
安尼倒就找不倒转。六祖甲咱讲，咱本来真面目菩提自性，这是另外一种讲法。本来是清净的呢，伊拢无你真正想的法物件。咱真正头壳若想啥法，拢是业障。讲较直的，咱经典版吼，讲爱讲明的，莫讲迄落安尼袂清袂楚安尼啦吼。咱的头壳内底想偌济，互咱烦恼的，然后咱喜悦的还好啦吼。迄若喜悦的是法喜充满啦，若互咱烦恼的无，迄叫业障，代表咱的业障重，才有法度想遐济呢。想甲呢也袂用安尼啦，因为无清净嘛吼。过来，我即仔咧介绍即个道啦，来讲大道会迄个大道啦吼。即种道吼，伊是按照本来无一物的，何处去野定安呢？我若听一句话，我就全代志咧。甚至我讲一句话，念伊就出代志，或者是想的、讲的、做的，无所不一含一个面色嘛会出代志呢。哦，物件有够济啦，咱家己做济，外口的人嘛做济，伊相应了后，即个人的世界可能就是大乱的啦。所以人间是一个苦海啊，伊永远拢袂改变吼，真济苦啦，苦袂了。过来，即句咱爱注意看哦，无，即句吼我本来是拍2句尔，但是尾也想讲吼，全面性的呈现啊，互我念一下啊。爱注意听啊！法本无法，无法为法，用哦无法法何真法？伊早晚你经你拢讲，念到尾也全法去啊！会呾4句内底10几字的法嘛吼。伊即句是咱当时佛家吼，伊咧传心法的即个叫做。伊的口诀就对啦吼，22个口诀。伊讲咱咧讲的法吼，本底就无转法啦。即个无转法就是讲，咱讲人啦、讲义啦、讲礼、讲智、讲是，其实这样一种的法门。咱搁看有讲啥拢好啦吼，本底是无转法的啦。所以咱爱吼修行人，提出智慧。爱以无法的法来做咱的法，安尼有会意无？无啦吼，都清楚啦吼。到有一天，我咱真正就有法度做会到啊！咱真正都咱真正做一面，所以读甲想足济嘛吼。咱哪有法度？本来是无，伊不但即马都毋是本来，即马是真啊！即马都毋知几万年来轮回。几世的沉沦来到这啊无，已经毋是本来，失去本来面目，大道已经废啊。所以才甲咱讲人，甲咱说起，才讲仁义礼智信，才讲五常，才讲八德，才讲足济的即个好名相、好名事，互咱搁找回本底咱有诶跩由道理生发出来德的作用，安尼。所以当咱咧学出物件的时阵，咱来哪学哪效上。哪学哪扫上，亲像船过水就无痕，亲像咱伫乌网上写字，你本底就爱写人才看有，但是尾啊爱甲伊补掉。你无可能写偌济，你拢留伫迄个乌网顶，不可能。你看咱人到老的时阵啊，咱有一种现象诶，咱是这个创造人足微妙诶，咱人啊到老会一个啥物现象？咱敢知到40-50岁就会啊，就是。会袂记住吼，无记性啊！你到老毋才会好过，然后你记伫好诶，也有法度。对囡仔少年到，哇！这到老真正是愈老就愈艰苦过啊嘞，经过遐济年啊，爱想遐济物件。所以你看这上帝甲咱创造的时阵哦，到老无自然，代志足渐咧袂记一个。若修行哦，功夫搁较好。若真正有道有修行的人吼，随讲代志随袂记一个，安尼毋则叫熬，安尼叫做用无武法何真法。意思讲吼，做法门吼，拢是一个方便的，咱毋好去甲伊执着啦。
所以佛陀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说的正法84000，你拢爱家己扫掉，何况是人间轮回法门呢？咱头壳内底迄拢是轮回法门，你为什么毋知影呢？因为咱着足有为嘛，或者是讲吼配合啊无够，或者是讲咱无了解。这无知吼是一种足大的迄个足严重的代志咧，咱敢知？啊，所以讲咱开班就是要找回咱本地吼无法的迄个法，本地吼安尼足清净的迄个真面目，啊，到底要安怎找？这等下我再简单甲咱介绍啦吼。所以我感觉讲爱讲较紧的吼，咱家看，即种卡叫啥物卡？咱了解。这是一张卡片吼，我甲伊打起哩。这即个时代若是较少年的吼，拢甲即种称作长辈卡，就是时代，你甲时势讲的，拢讲一寡啥？讲一寡仁义啊、道德啊、好的话啊，因真仔拢无啥咧信啊，吼，我甲咱讲，因真正无啥咧信啊，无啥咧看嘛，无咧看啊，你毋免遮无用哦，去传跩啊，袂用啦吼，啊，作用无大啦。你看因拢安尼写，一个人上大的美德，毋是外表吼安尼生了足水，毋是拥有足侪财富。嘛毋是才能足济，人生上大美德是慈悲。啊，你慈悲迄些本底就是佛佛的德性就是慈悲迄些啊。啊，咱真仔着爱一再甲强调，因为咱著毋是佛啊，咱是众生啊。啊，众生就是贪、嗔、痴，拢想要拥有，坐搁要坐。啊，想要占有，啊，想要占便宜，啊，到最后诶是吃大亏，啊，所以吼，知影诶人，伊着写跩来咧勉励人，安尼敢是真正诶法门，这叫不得已。咱像名夫子咧教人辩吼，伊讲，咱毋是咧爱辩咧，迄个辩足忝诶咧，啊，爱去讲话出力咧，啊，搁爱用足侪智慧有无？咱讲智慧出啊。当时名夫子的时阵吼，诸子百家，迄是咧比智慧的咧。因为内底吼有的人就是甲孔明的大德，甲讲我非议啊，甲讲我毋对伊啊，所以名夫子不得已爱出嚟辩，所以不得已。咱强调足侪仁义礼智信孝慈，爱尽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咱是爱八大单位，这是不得已的，不得已是假名，这是方便的法门吼。咱爱去照着跩有形有相的法门，进入真正的无法的法门。所以用无法法和正法，安尼这才叫做吼高手安尼就对啦。啊，咱互相做一个勉励啦。所以人讲吼，咱毋是安尼讲嘛讲。你上好拢莫讲话，因为你只要一开口，行家便知有没有。人一听就听到讲咱真正学到多啦，这是事实的啦吼。啊，若拢莫讲咧，拢莫讲，无人知。这是咱家己修持的境界啦。啊，如果若是要说话要徛讲台，你尽量讲，但是吼爱讲我较好势，安尼所以你敢知影？迄讲师拢伫遐带咧等咧，伊讲下一个讲师讲下带，较袂带。我讲，啊你口才遮好，你到底是要带要带？你口才上歹的嘛好学啊，对毋对？啊你安尼滔滔不绝，到底是要为虾米咧带？伊讲，这吼我来找一个方法都袂带，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讲吼，迄真正是爱练的，逐个人拢爱去修炼嘛吼。但是修炼最高的法门就是。毋免讲就是恢复清净。简单讲是安尼，清净就是拢无咱想的，无咱烦恼的。咱拢讲吼，我烦恼开喙就是我烦恼的，我想的，我安怎样的，拢袂去讲着佛说的一个法。咱的
咱的老父祖甲咱讲过啥法，这法离咱足远的呢。法道离咱足远啊，莫讲是迄个无法之法，这是事实的一句话啦。所以头仔就是爱学法，法了解了后去做，去做了后背后若有教啊，自然就袂去即法啦，就忘法啦。所以咱当时是听过颜回夫子一个作妄之说嘛，伊会作妄。伊头仔去甲伊的老师孔圣人讲，伊即摆做到啥，孔圣人甲伊讲，你安尼哦，伊拢无甲讲啥诶。颜夫子家己就知，因为面相无扫嘛吼。这典故咱家己去看啦吼。所以讲，拄则互我有讲嘛，人间吼六亲不和，才强调好主。咱道场呢？是互咱甲道找倒转来，然后互咱学修讲办行。所以咱道场伊咧经营的，咱若讲以即个企业啊趁钱咧经营啊吼，咱的经营是要互咱六亲平安、共道行，六亲拢平平安安，来坐大车，拢伫道场，要行公交完。你看咱道场是毋是拢安尼？说吊的说面的说房的说迄个酒的说米的吼，拢规个家族的咧，这是六亲搁演化出来的，拢平安伫道场咧行咧，共道行共动，伫即个找回家己本来的道家咧做即个行持咧，这是道的水嘛吼。那么咱咧修行哦，是到底要安怎修持？这讲袂了，说袂尽嘛，8万4千个法门，但是老师哦，甲咱安尼讲，甲咱安尼勉励。你讲修行哦，就是用生命上光明的，生命上光明是啥？就是孝，就是慈，就是仁，就是义啊，就是忠啊，就是忠孝节义啊。即摆因为法毋是咧做嘛吼，这一时咱敢知？大时几点咱敢知？8点。但是我敢有咧看，无，人互我知吼，因为即个社会失去忠孝节义啊，所以因为我爱搁去团的来演忠孝节义啊，你敢知影？伫道场吼，有可能咱听到伊搁要讲忠孝节义啊，你看伊伫咱，你看定咱外亲，咱是外幸福，咱是外高贵，咱拢毋知影，搁向外去咧。安尼行着路位就对啦吼，所以这是上光明的位，咱要来断上黑暗的轮回，轮回上黑暗啦，轮回上苦啦，轮回上残忍啦，轮回是佛菩萨吼，伊心中上疼，伊看众生咧轮回，实在是伊的上疼就对，伊而且会倒驾诸行。叫做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观世音菩萨呢，因为众生的苦就是菩萨的苦，因为众生病啊，所以菩萨病足严重的安尼就对啦。因为诸路不好，所以是大人有够艰苦的啦，这是安尼呢。所以讲哦，伊即个道理逻辑拢共款的。所以在修行内底就是本来咱有一个执性。咱有个性，咱有脾气，咱有毛病，然后咱有执着，到尾啊，咱来照着刀甲伊挡掉，叫做少伤心，气数上，即个道理就是安尼吼。然后又互我讲足久啊，所以咱来听一首道歌吼，来做一个体会吼。咱来听咱老师的心声吼。欣赏了不
生结束都有尽，福儿可明了。不真心对世道呀，不用心本火藏，修行心淡然，处事来学好。三心空呀，思想超呀，发度人实现目标。往后练足心往好，难题时来找。牺牲了无路棒呀，走天先扶着，不管那路途千万里百回绕，勇壮风呀，勇迈山呀，尽把那安全套呀，浑身解数都有尽，福儿可明了。不真心对世道呀，不用心本火藏，修行心淡然，处事来学好。三心空呀，思想超呀，发度人实现目标。往后练足心往好，难题时来找。所以讲，咱即马，咱后壁的电传师团队吼，咱家己看，咱时常看着他们都不在，对不对？有时阵咱的真人副真人来嘛都不在呀，为虾米？天涯贤徒长都不见了，因拢有一片咱济公老师互因的指令，海角天涯。然后带着人才干部去咧找吼，甲我有缘的找倒转来，为虾米？要互伊来修行，互伊人生得到上大的光明，互伊找着道，互伊来修道、学道、共办道，行在即个道上，安尼才袂去继续踮遐吼黑暗的轮回。所以讲吼，咱若是有迄个机会啊。爱多去学习吼，好，这是在这个修行啊吼。那么修行吼，咱修行修的是心嘛。因咱的心吼，简单讲有三心，所以咱较想着想过去，较讲着讲未来，执着现在，过去、现在、未来，每一个现在又搁是过去。每一个未来又搁是现在，安尼踮遐轮回不息啊。那么修心就是要甲做三心，事上人上、我上、众生上、寿者上，咱做说不是做歹上吼，甲伊扫掉安尼啊，安尼就修咱的心。当咱的心伫啥物境界，那么咱就活伫啥物款的世界啦吼。即种道理相信咱拢知，所以看这长辈卡又来了吼，伊安怎讲呢？伊讲哦，父母得爱奉养，子女得爱教养，身体得爱保养，感情得爱培养，饮食得爱营养。若破病吼，得爱调养，讲话得爱有涵养，做人诶爱有修养。1、2、3、4、5、6、7、8有8句这咱敢知？啥毋知啊？捌字诶一看就知啊。咱敢做袂好？做袂好为虾米吼？这奇怪诶！
这叫做爱有功夫，叫做爱练功夫。啊，就是讲每一个专业，伊要成功，伊必须爱请师傅来教，对不对？敢有人个吼专家学者啊，无老师诶，无啊。咱道场为虾米会当传的无师就不xuất现啊？若无大名师吼，袂当讲即种胜利军团啊、胜利天就是无人有法度传的啊。你像吼，互我最近咧看迄个撞球，为虾米互我看撞球呢？因为戏歹看，新闻嘛歹看，无所不至，逐项拢歹看。啊，啥物阁袂歹看？运动加减仔看啦吼。啊，迄个撞球吼，真正。迄是技术性诶、智慧性诶，啊，佮专注诶，啊，迄个影片我都摕袂出来吼。啊，咱吼，老师咧教呢，头仔咧学师也偌艰苦诶咧。啊，互我要比喻诶是讲咱真啊，咱真啊，敢有拜老师？有嘛吼？啊，拄则老师有讲啊，你火候若练好啊，你就来南屏山找老师啊。他老师在哪里嘛？吼？就是讲，老师毋是随便找的啦，毋是随便互你看会到的。你火候爱有够，才会找着老师，才会有神通啦吼，才会吼通咱的老师安尼啦。啊，这是吼法度来要甲咱讲的吼。咱拢知影做一个道理，咱嘛知影讲，我免强调仁义啊，我友好是应该啊，我是大人，相对下就是爱自强。但问题我有个性啊。个性都做袂到啊！啊，我著说来就安尼叫秉性啊，啊来个有习惯性啊，着拢有歹性啊，咱歹性毋是天命之谓性，所以咱求道吼，直指人生，直指见性，要互咱知影本来的真面目，然后老师传啥物互咱？啊，这叫做方法啦。咱敢知影迄个撞球是毋是一支球杆？啊，迄支锤啊，互我家讲锤啊，吼，迄要安怎扛？迄爱学足久诶嘿，迄拄伫地，啊你球迄安怎看？啊内底几若十粒球，啊有六个洞嘛空，啊你有毛球，啊，互伊讲来看足久诶，互我最近有一点仔看了小可捌啦，所以功夫吼，毋是遐尔简单学诶。咱敢知影中国大陆哦，因有啊，咱10几岁就开始吼，你下校拜名师，迄是全世界的球王出名去咧教，迄教迄偌济钱，咱敢知影？迄学甲真啊对无？毋是3年4个月，迄有够久啊咧。迄若讲一个世界性的比赛吼，打不进去呢，36强打不进去呢，拄我今年较好小看吼。有几个啊卡入去啊，总是认真学就会有成就啊。但是你爱叫老师甲你教会去学啊。起码咱话讲得来吼，咱老师通教啥物？啊，咱有咧学无啦吼？啊，因咧学球，啊用偌济时间去练，咱敢知影？迄叫伊的职业呢。啊，咱即个叫半成半法嘛吼，无嘛爱一半一半。啊，咱来看咱拢学偌济啦吼。老师啥物拢无传，伊甲咱吼一直中央会，啊然后万八迄是看咱的功夫啊，但是伊传功夫互咱学，传啥物？传三宝心法。那么三宝心法咱敢有咧练？人讲一步啊10行嘛，甚至讲吼，咱现在伫外行拢。拄则前年嘛有讲啊，咱外行实在吼，拢做甲足认真诶啦。但是吼，若讲着脾气甲毛病，拄则讲话爱有含讲无，有时讲迄话出来真正无好听诶，咱敢知影？若像我有时咧应话无即应，哇，就搁应唔对伊，无涵养诶，啊修养嘛无好咧，啊个性10年后嘛安尼，10年前嘛安尼咧，啊话较讲着迄落话咧，吼。即种的物件吼，老师毋只会使三宝心法，伊就是要互咱修心养性的。所以咱讲，我嘛知
是我就是修袂好啊。为虾米会修袂好？爱老师教的，你爱学啊，你学学袂学，啊家己修家己学，啊老师教的拢总无学。你若去叫人拍桌球无，一下就拢拍出去啊！因为方法拢毋对，要哪学的？啊，若拍撞球更难了。咱敢知影撞球，只要拍入世界16强吼，一场拢摕过来10万、过来100万的，若是球王一场赚落拢几千万的。我毋是咧讲钱偌济，迄你讲一个专业，伊为虾米有着专业？迄是伊足认真、足用心去学来的，甚至哦有一点仔天才型。所以每个人都是天才啊。只是讲咱若无修无练，就变蠢材，到尾也嘛是不才啊，对不对？那么明明老师就教方法啦，但是咱家想看卖啊，咱一工修有3分钟无？咱的心拢咧动，一直动袂停呢，静袂落来，静袂落来呢？为虾米若静袂落来？因为方法毋对位啊。那么方法其实老师拢甲咱讲甲足清楚吼，甚至安尼无够，咱的弥勒祖师佫来写一部经叫做《弥勒救苦真经》，救啥物苦？救咱的苦啊，咱做一苦的啊。所以咱若咧苦的时阵，你毋要电话压起来开始敲电话咧，敲来找谁讲就谁讲。咱若咧艰苦紧念《弥勒救苦真经》。啊，若功夫搁较好诶咧，进入无理真经，搁来咧，爱会晓修行。当修行，你着看到你本来诶真面目啊！会知影咱诶这是咪讲心灵吗？圣灵吗？伊嘛是修来啊，要安怎修？修迄个心嘛，修心养性嘛，修心练性嘛，洗心医性嘛，安怎讲嘛无离开心性啊？所以咱即个伫外做诶，要咱内咧做诶，伊不平衡，不平衡就会被平衡，不平衡得用课来互咱平衡。啊，有诶课就课得啊嘛吼，所以你看咱道场一批的人才，老师说能撑多久？因为科研有一天一定会到，春夏秋冬，它不可能都是春天。当咱春天的时候，你要知道夏天在后面等你呢，会很炎热。再来咧，现在已经秋天，甚至要立冬了。伫大陆是会落雪，无永远拢是像咱讲的春天。这是叫做咱智慧的养成，叫做咱的认知。啊，所以咱早若知影，我们就不会被考倒，因为考验是一定爱考的。那么那边来应付课，学生啊应付课就是认真读册啊，修行难的，爱培养智慧啊，毋是拄则讲的智慧说的是不得已的，咱真正的真智慧。那么要用啥物来练？方法非常的多啊，毋是讲打老师的三宝生活，但是三宝生活就是一条捷径，上紧的，伊是上紧的法门，效果上好的。啊，你若毋相信，你等于练看卖吼，因为这嘛是我的心得，这嘛是我的经验，所以我现在用三宝生活来给咱做报告吼。这前面讲的4句，咱嘛无希望是安尼啊，咱希望大道无废掉。咱希望吼，咱毋免去对付迄个诈骗、迄个虚假，但是咱家己嘛虚假啊，咱嘛有一个假面具啊。啊，我希望孝子是做自然的，啊，对咱讲国家真重，对咱即个道体，对咱的中心，咱是会永远拢袂变卦，迄叫做中。因为我们就是义和圣堂，我们就是心意的义和圣堂，这是一条的金线。这是真中，啊真中、真义、真孝、真仁，所有的美德拢出来，咱是一个中心的一个道体嘛吼。那么咱要如何达到这个火候？我的经验，我感觉讲，咱爱来找个真的，就袂有假人，是毋是安尼？你想讲真啊，人讲骑马吼，毋知倒有咧骑无？我毋知啊。啊真啊，骑马吼，咧骑大架的时阵无，啥物就出来，咱敢知？假的骑马人就去做足济啊！哦，这人间吼真的是不好玩啊。但是吼，
咱真正修行真灵啊出来，绿插就无去啊，这是一定的，这是自然的。那么如何要显出本来的面目？咱的弥勒救苦真经甲咱讲，老母降下，通天洽。咱敢知影人的苦伫倒位？苦伫人的心，人心。人的心就无好啊！你为什么毋去找天较好的，找佛的心上好啊？所以三宝的第一个，互咱通天的窍门嘛。人讲刚学一个诀窍，咱拢得着啊。口诀，诀较巧拢互咱得着，但是你爱去甲修啊。咱捌去咧找咱的真灵无？咱的目睭是剃透偌蕊的，咱捌咧吼8分开2分开吗？咱若看到啥，咱拢甲8分开2分开就好，念伊就袂记一字啊。是讲咱要做，应该甲做好，毋是讲拢安尼散，不是那个意思啦吼。就是讲做认真当伊做过啊，嘛拢甲8分开2分开，永远活伫迄个真灵的世界，安尼就无绿插的作用。当然，咱难免听着、看着、想着。想着过去，想着悲哀，想着啥物，想着欢喜嘛共款呢，拢爱甲万念收来一念，安尼毋才会找着真诶吼。因为时间上诶关系啦，所以无法度即详细吼。你去甲收看卖就知啊。有闲你就遐8分开2分开啦，无有闲就遐讲花。较无咧草词的讲师讲，既然咱真啊修闲。用三宝，咱若袂晓修的，就毋知啥物叫修行。我是要修淡对啦，我是要修。玄关伫对吼，爱去搞清楚嘛，怎么守玄？你爱去修下珠，迄用功，迄练足久的。所以拄则着我毋是讲吗？迄着火候爱练到有好的时阵，蓝瓶才师来找的，才有法度去交老师通的。若无永远嘛交人通。人有君子有小人，交君子通毋还好。若不时的去找小人，安尼要安怎脱离开即个黑暗的轮回，有点困难啦吼。所以这叫修行嘛吼。无影山前对合同三宝，这三宝吼一起用。所以人当时吼拢安尼讲，修行就是爱一门深入，对一个门，迄个通天桥，你们拢甲咱。玄关正门拢已经甲咱指点啊，搁落来就是爱常时熏修，咪这样就会啦。3年、5年、10年，甚至有的人哦爱几世，因人而异啦吼。这是一门深入的功夫呢。当时有一个禅师嘛吼，爱就在遐坐禅，然后伊师傅，伊遐坐禅就想要升粉呢，伊的师傅就要来甲度啊。按师安怎甲度呢？伊逐工在遐坐，按师就去摕一个砖啊，逐工来伊头前遐磨。即个坐禅的看一个久无，感觉做好奇的讲师傅，你是磨迄块砖啊要创啥？师傅讲，我要甲磨做镜啊！即块砖啊吼，认真来甲磨吼会变镜来互我照。然后即个坐禅的禅师看听一个软火意呢，伊甲讲。你磨砖啊，要来做镜？师傅讲，磨砖啊，若袂做镜，你点点大遐坐，你就会成佛嘛。伊怎开悟呢？所以当时吼，咱的恩师济公老师吼，来义和圣堂，甲咱讲三宝修持的法门呢，咱若毋是等于看修道方针的款，办得安怎办，修得安怎修，老师拢甲咱交代佫清楚啦。是咱拢无咧看这哦，拢可能啦。电视台开的拢几台，咱敢知？2、3拍台啦吼。迄若MOD 拢甲订落无？就200台，正遐转台，无咧看啦，拢伫遐转过来转过去啦。五花十色的世界，使人心凄迷啦。六亲拢伫遐恩爱啦，毋知影强道行到尾啊。运来然后失去平安啊！若是在道场吼，就不在劫中啊。六亲会当平安强道来行，安尼偌好诶呢？咱只是讲毋知要知就伤慢啊嘛吼。所以讲修行是有方法诶。迄个师傅才去度迄个禅师嘛是石头新鲜啊，
怀让渡石头的样子，就是一个师傅去渡一个上师啊。啊，即摆济公老师来渡咱呢，满庄啊是袂先行，真禅是袂先稳的。但是老师讲哦，你修行嘛，咪逐工拢惦惦坐遐修行呢，毋是安尼。咱行诸作恶，你也会当修行呢。互较即仔日嘛会当去修行，看到本来的真面目呢，只是讲看伊停留是长还是短安尼，啊火候吼是深还是浅，啊拢爱练啦吼。啊，所以伊这吼一门深入，就是安尼修尔，迄是上紧的法门啊。比如讲，当咱安尼烦恼心的时候，念弥勒救苦真经，啊，不如你去恶目所学，安尼助人心得慢慢的精了，甚至吼舌搭天墙，咱来讲吼。所以一门深入是长时的熏修，啊，咱拢修一下就想要成佛啊。我也无效，我修行嘛无效呢。啊，我用《无理真经》嘛无效呢。啊，火候还袂够，怎嘛无效？火候若有够，伊自然就会功效出来啊。所以咱来看一个影片，参考一下。上无咧修，拢摕来咧弘扬化价咧。平时就无咧修，若会弘扬化价咧是上天要甲咱显化。即摆若毋显化，即个台湾无啥物显化。若毋显化，讲这道拢无效，前辈这样骗人，无影。不是这样子的吼。咱毋着爱想讲，咱是用偌济去修，啊，咱修了到底是安怎修吼？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过来，这种够简单的法门啦。第二样的法门就是讲足简单，逐个人拢会当修，甚至讲行住坐卧，啥物时间你拢会当修，安尼毋才有殊胜。当时吼，阿英伊拢就爱去坐禅、打坐、参禅，啊，着学袂差，也无名师，着先甲一指啊，拢无人嘛是苦修苦练，啊，咱现在煞倒变，明明着一指啊，咱个毋去恶目所学呢？啊，明明的无字真经，但是咱唔念呢？爱舌搭天桥，可是咱着爱安尼七嘴八舌安尼，咱知无？伤心诉讼，啊，若拄着人就讲袂煞，啊，拢咧讲啥？恁是等下，咱拢去遐听，看拢咧讲啥吼？咱毋着有时间，咱着爱持念老母降下通天的咒语。舌搭天桥就通天了，唔是头啊，是舌搭天桥，主人通天，就可以闭六门，摄其对，闭其门。这拢是吼，条经典拢是一贯的。啊，若无用这样，你无法
射其对，闭其门溜，菜你无可以，你家己也会调啦。你只要舌搭天桥，然后无字真经，用心持练，有神通。有神通，不是今麦要来登神通啊嘞。太子爷的神通是说，伊要登神通啊，你今麦目睭拢闭起来，目睭拢暗啊。若目睭闭开，就去光明啊，就是讲，迄是咱的神通啊。神通哦，毋是我奇奇怪怪，是人自然的功用。若我讲用心，咱若用心去持念，咱自然交神就会通。爱着感而随通，伊就有灵感。毋是讲咱会登啥物神通，是咱交神会通，爱交老师会通，交前辈者会通。这叫感应。感应是修行内底足悬的境界，感应毋是迷信，感应毋是着相，伊是自然的。譬如讲，前夫子的妈妈要着急，有人来啊，伊要找前夫子无电话，伊安怎感应？伊夹枕头啊，无厝就会连心，迄叫感应，迄是自然的。但是咱若袂去修行，咱就讲毋要去执着修行。问题就是讲含修拢无修，就讲拢要执着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个逻辑啊！哈，你毋得修而无修，自然就袂执着啊。咱是还袂修，就讲迄修迄个执着，那就很奇怪的逻辑。啊，这个通天咒语是要互咱来持咒的。那所以你看我们每天用多少时间去持咒？你若迄南无阿弥陀佛的，就是净土宗的嘛吼。有一个弟弟伫咧修这。伊无论安怎开喙拢阿弥陀佛，因阁有念书伊摕伊无咧写啥，拢写南无阿弥陀佛。你甲看咧规个拢南无阿弥陀佛。因兜24点钟拢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拢念啥物佛？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咱到底咱的用心伫对，咱的成就就伫对，咱敢知？咱用心伫对，咱的成就就伫对，所以一切看咱的用心，这是即句话已经算足简单的啊啦你若去讲落就无好听，所以这叫持咒。然后咱有佛说、弥勒、救苦经，上天这佛说不是甲咱交代好，伊知咱会有苦，伊就写一部经互咱念，咱敢有咧念经？咱敢是去人的迄个灵堂的时阵，甲念3遍安尼。咱若有闲，咱就拢爱念弥勒救苦真经。咱自然就知影迄内底经的意思。念经千遍嘛其意就自现，它就会有神通的。但是神通是无咧讲的。你若听咧讲神通，迄就毋是神通。真正的神通就无形无相，是感应。感应就像手机啊，卡就会通啊，敢有人会去强调？会知影讲安怎卡会通？那个是专家才知道啊。咱咧修伊自然就是会安尼。那么在弥勒救苦真经内底有关键性的有讲做侪嘛。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复非亲。灵宝齐汝，灵三地，莲花印证考三圣，落在中原三清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好，时间已经袂赴啊嘛所以佫就讲中就讲，要想成佛，请礼拜。咱敢有咧礼拜？礼拜拢安怎拜？礼拜囝礼拜啊？礼拜就是头拢爱出家，身躯拢爱弯曲的。毋是安尼，拢要占便宜的，我足老的，我偌大，我偌厉害。若要成佛，就要请礼拜，迄内底拢有足深的意思常持聪明智慧心，因为白羊是爱处理事，爱做事，毋是出家。那要有聪明智慧的心，才不会有邪人，他会胡说话的，黑白讲话，你黑白听，久了。你也会变邪人，咱若毋对，你嘛对人毋对嘞。劳酸益麻，念无声。上面叫念无声，拄则如果无手通天洽，就不可能酸咱的意类。然后念拢莫有声，
好诶嘛莫说，歹诶嘛莫说。咱敢有迄个法度，咱只好甲袂记住。比如讲，互我想一个了，无好，就把它忘掉吧。先忘掉，顾主人，主人就袂生啊。这是功夫，伊是一步一步来，所以叫一步才一个脚印，无法度一步就登天。然后咱的功夫，咱的配合，要借由三宝的修持来甲找到来。所以老师讲，你的天道弟子，你为虾米要用三宝修持？三宝的修持，虾米时阵拢会当做啊？咱坐伫礼拜嘛，拢会当三宝修持啊。不然我们都在浪费时间呐。若拄着在一些怨天尤人啊，就无迄个聪明智慧的心来理解、来善解、来了解、来解决啦。就出来拢无好的啦。无讲话拢讨讨人的啊，无讲话拢情绪啊，拢迄落脾气，拢迄落毛病啊，未来的罪过程咱拢担袂了啊，因为一切我们自己都要负责，没有人会为我们负责啦，有啦，我们的恩师会替我们承担，但是那是有时间性的，伫时间上，咱如果无一个聪明智慧的心出来，有一天，伊就现咱啊。咱家己敢担会起，我们就自己咱讲叫做反省嘛，回光返照。所以这个良无心就是拄则，用恶无法和情法，好诶嘛袂去甲想，歹诶嘛佫愈毋免想。咱真若毋是上好，毋是上歹，所以喙就开啊。上好就讲好，上歹就讲歹，上重就讲重，上西就讲西，用这个喙来咧做表达。人间就是被这个嘴巴给淹没了，伊就乱啊嘛所以这是我提出来给咱做参考的。那么咱常常拢爱感恩，多爱忏悔。咱的白养的法门就是感恩、忏悔的法门。一个人不会感恩，就没有恩；一个人不会忏悔，罪过错就永远跟着你。所以咱爱时常感觉，我毋对伫对，拢我毋对，毋是别人的毋对。迄叫一种的智慧，迄叫回光返照。返照就是倒来照咱家己啊，不是用放大镜往外在那里放大啊。咱爱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嘛。做大个代志，咱来甲讲较细。若是明明迄个无重要的代志，拢无事无代志。你嘛安尼小事甲不过都大条，大代志诶，就不得了了。然后你看道理，咱行三思，在三思内底启动咱智慧之光。智慧之光有偌好呢？就是智慧、智巧妙玄微，良知良人推，所以就毋免强调人义就仁义，毋免讲好自助人就好自，毋免讲尽忠自然，忠孝节义自然有然后慧眼透三界。什么叫慧眼透三界？那你不就能够五行三界自由的出入吗？迄个三界就是讲咱的贪、嗔、痴。咱做有智慧的，起一粒贪你就随知，这句话是庆分。然后这个念头是无痴，爱有这个慧，才会慧眼才看出。人讲慧眼才能识英雄嘛，唯有慧眼才会当透过这个贪嗔痴的三界超越了三界，无互五行的束缚。十方测是非，所以你看咱的诸佛菩萨、圣人拢有这种的能力然后咱就会定心平常，啥物拢平常啦，心足定的啦，足淡定的，足禅定，然后一切回归自然。因为道法自然，所以仁义嘛自然，智慧嘛自然，好自嘛自然，尽忠拢自然。咱来学修讲办行，一切都是自然。那么自然最美，
这就是上水的吼。那么因为这18种哦，拄啊4句尔，只有这4句哦，哈，体会出来讲，其实咱做袂到是有原因的吼。那么上天嘛知，所以四三宝生活，要互咱修咱这条心里面，一切拢是心的问题。心若解决啦，一切就拢解决；心若水，法界就水；心若歹，搁伫天堂哦，嘛是会落落来啦吼。啊，所以讲修道修心，那么心修到上水就是自然安尼。那么后学就报告到这边。那么如果讲的有什么，请副前任检传师阿克填写吼基稿。那么最后呢，就大家身体健康，汉力充满哦，谢谢。大众行齐。感谢讲师慈悲全道鞠躬，坤道鞠躬，再以热烈掌声感谢讲师慈悲。好，各位成员，今晚是10点10分哦，咱休息20分钟，10点半再准时来上课哦。